你好，歡迎來到 Rooted， 一個引導冥想的體驗。我係你嘅主持人麥，而今日嘅節目係為身體準備休息。當心靈放下，身體就可以掌控、修復損傷、恢復自我，甚至每個細胞嘅結構。呢個就係睡眠同休息嘅目的。一個完全放鬆嘅身體令睡眠變得輕鬆自然。首先，揾一個舒適嘅姿勢，平躺喺背上，雙手放喺身旁。開始時，深深吸一口氣，慢慢從鼻吸氣，感受肺部充滿空氣。在頂端停留一會。而家輕輕從口呼氣，釋放你可能持有嘅任何緊張。再一次深深吸氣，然後慢慢呼氣，釋放日常嘅煩惱。隨着每一次呼吸，感受身體越來越放鬆。讓你身體嘅重量沉入床上，注意床墊如何支撐你，讓自己完全放鬆。而家閉上眼睛，用10秒鐘清空你嘅思緒。輕輕將注意力帶到你嘅腳，感受佢哋放鬆、柔軟，釋放任何緊張。慢慢地，讓呢種平靜嘅感覺傳到你嘅腳踝、小腿、膝蓋同大腿，讓你嘅腿感覺沉重同放鬆。將注意力轉移到你嘅肚子同胸口，注意你呼吸嘅起伏。每次呼氣時，感覺你嘅身體沉入更深嘅放鬆狀態。而家讓平靜傳到你嘅肩膀、手臂、同手，釋放肩膀嘅任何緊繃，讓你嘅手臂舒適地休息、放鬆同自由。最後，將注意力帶到你嘅面部，放鬆你嘅額頭，柔和你嘅眼睛，放鬆你嘅下巴，讓你整個面部感覺平靜同放鬆。而家你嘅身體完全放鬆，想象自己被一個溫暖、柔和嘅光包圍住。呢個光係舒適同安全嘅，佢包圍住你，保護你，指引你進入深沉安穩嘅睡眠。當你吸氣時，感覺呢個光充滿你嘅整個存在。每次呼氣時，放下任何剩餘嘅思緒。你嘅身體完全平靜同放鬆，讓你嘅身體完全擺脫思緒。讓你嘅身體掌控，去治癒需要治癒嘅，或者休息需要休息嘅。佢會按需要去做，無需你嘅意識努力。睡眠讓我哋嘅心靈放開對身體嘅控制，俾佢空間去再生。而家，讓你嘅身體做佢最擅長嘅事：休息、睡眠、再生。合十禮。